讲台语长时行，今仔日文化部举办台语 flow 生活节，现场有台语本的剧场表演、音乐加公囡仔鼓等等，侪大人囡仔拢来参加。现场文化部、公视台语台也参两间民间的儿少电视台签合作意向书，讲要共同合作开发儿少台语本的节目，传承母语。我就知啦，大家少介意我的歌声，拢听到十分之美。中央车剧团演出台语的舞台剧，台下的大人囡仔看了笑嗨嗨。周边也有台语文相关的市集通说，这是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，侪大人囡仔拢来参与。伊等下伊家己会嘛讲哦，伊看袂字看无，但是伊讲会家己背起来，然后念互我听安尼。自细汉就教，其实是上囡仔是吸收上济。大家拢来讲台语，错咯。要传承母语，囡仔是关键。伫现场，文化部、公视台语台也参两个民间儿少电视台，签儿少节目台语主流化共同合作意向书。透过电视节目，互囡仔有较侪接触台语的机会。即马所有的电视台拢有法度双声道、三声道，对无？全世界 OTT 十几种语言拢咧讲啊，咱有法度互咱的囡仔的节目本土爱增加，但是外国的节目，若伫台湾放送的时阵、播送的时阵，嘛爱有好的台语配音啦。未来会先按漫画吼诶配音合作，搁进一步会做节目的合作。初期就是讲，咱先按配音开始，包括台语指导吼，包括迄个台文的翻译，会当互伊较水开咧。所以这是未来第一阶段的合作。公视台语台表示，目前台语台有台语配音版本的派对卡孔明、间谍办公会啊，拢引起各界真大的关注。未来参两个民间电视台会为外来节目配音台语开始，落尾发展到共同制作台语儿少节目等等，做阵推广台语。记者郭文定、玉凯台北报道。